连接台东到屏东的南回公路呢，较早因为路较细条咧，弯弯，时常放弃路长去交通袂通，用路人的安全嘛受到影响。公路总局为2014年开始进行拓宽的工程，估计伫今年年底就会完工，完工后有5大亮点，做伙来看卖。S 型的弯道公路，就亲像一条爬伫树林中的巨龙，一面山一面海，景色壮观。这是南回公路拓宽了后的画面。施工单位为着要保护自然的资源，特别采用藏桥伫树林的设计理念，避免惊扰着野生动物甲鸟类的栖息生态。桥墩的宽度有30层楼悬，高架桥有4.9公里长，美丽景观看甲一清二楚。过去南回公路因为弯弯翘翘，道路的宽度佮下寮，经常受到天然灾害影响，交通中断，嘛威胁着用路人的行车安全。根据公路总局统计资料，台九线台东段重大交通事故，103年伤亡是229个人，105年有244个人。这条连接台东到屏东的主要运输干线，在2014年开始进行拓宽工程，总是要在今年底完工。民众若是想要看这段美丽高架桥，对即卖省道台九线450.5公里处所在土地公庙，往山谷内看过，就会当清楚看到南回公路这段上水的美景。